拉 Nana 係嗰位住喺沼澤地充滿智慧嘅老人家。有人話娜娜壞話佢嫌棄患有皮膚病嘅仔奧姆魯 Omulu， 但亦有人話絕對冇呢回事。娜娜將奧姆魯交俾海之女王葉曼賈阿伊曼賈照顧，希望佢可以幫手醫好啲嘅皮膚病，用海水嘅鹽分去治癒喺心愛仔仔嘅傷口。所以話娜娜遺棄咗個病仔根本係誹謗同埋大話嚟嘅。我寫過一首關於娜娜兩個仔嘅詩，收錄咗我本刻之書 O Livro Negro 入邊，大家可以睇下下面嘅描述，睇下點樣買到呢本書。不過我哋睇讀下娜娜嘅仔女。娜娜個靚仔叫奧舒馬雷 Oxumare， 而個醜仔就叫奧姆魯 Omulu。娜娜對兩個仔嘅愛係一樣咁多，但係奧姆魯身上有好多傷口同水痘。娜娜因為心痛咗個細仔，唔想睇俾人侮辱，就用酒椰纖維同棕床葉將佢遮住。至於奧舒馬雷，佢就擁有綠寶石、藍寶石同埋閃閃發光嘅黃金嗰種光彩。娜娜將佢赤裸裸咁放喺天空高處，佢色彩斑斕，靚到不得了。所有生物、奧里莎、人類同動物都見到佢，冇光芒四射，閃閃發光，就好似3月午後雨中一道極其壯麗嘅光束一樣。多謝。